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的新闻，咱讲到日本名册到小咱台湾往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册名册的册。有人读册，有人读书，无论读册或者是书，这拢是白音，代表天顶发光的天体，像咱讲天册、天书。另外，较细项的物件，咱嘛讲书。有花珠啊，咱讲花书；啊，若是房啊、亲啊，顶面写几度，咱讲庆书。较显目的人物，艺家的人，咱讲名书。啊，若做生意的人，咱讲寿书。这里还佫有一个音读做山，像咱讲南山，文音读做星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咱做伙来看到读做野车、野青。古早一首歌叫做《妈妈是歌星》，野车的意思就是咧艺界、电视、电影、音乐进前的这个工作者。第二个词读做南山，就是南山钱，代表讲线票啊、银角啊，唔是规张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大野车定定斗相挺，公益活动，出钱又搁出力，实在是大出手。对伊来讲，这个经费拢是南山的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星，这是文音；另外白音读做车或者是青，也搁有一个音读做山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